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罗得记第3章第1节到13节，第4章13节到22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17节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蒙福。伫新春假期，咱若甲人见面，无论是毋是熟悉，就含即个去爬山拄着无熟悉的登山客，大家总是会三角讲新年快乐，或者是讲新年恭喜，是毋是咱会讲新年发财？特别是对遮做生意的人，咱会安尼讲。大家总是期待新的一年会更较好，会需要更较侪的福分。因为安尼，咱的侪人的家门口，总是会搭着一张刀柄的福字，代表福德。耶稣基督伫山顶的教示嘛，讲着八福，意思是讲8种受祝福的人，也是讲咱会讲迄个行为品格。然后同款伫山顶的教示的记载，伫路加福音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却是讲着4个福气。甲4个灾厄，对伫灾厄来讲，好若亲像先知性的宣告、提醒，来警醒基督徒，着爱细字，毋通互咱的生活因为离开正道，直到受到灾害。祝福、蒙福是咱所期待的。是咱所追求的目标。咱来看见耶稣基督伫路加福音的教导是安尼。伫20节到23节讲到4种的祝福。耶稣讲，送养的人是偌样福气啊！恁是上帝的囝。现在枵餓的人偌样有福气啊！因为恁要得到食饱，现在伫哭的人偌样有福气啊！恁要得到欢喜。为着人子有人怨恨恁、弃绝恁、侮辱恁，将恁当作邪恶的，恁就有福气啊！早前因的祖先嘛是安尼对待先知，伫迄日恁要欢喜着跳，因为天顶要有丰盛的奖赏为着恁保存。24节到26节讲到4个灾厄，你讲，但是恁现在富有的人要害啊，因为恁享受有够野的安乐。现在饱足的人要害啊，因为恁将来要枵餓。现在欢喜的人要害啊，因为恁特别哀痛，要低哭。人人拢称赞恁的时阵，恁就有灾祸啊！因为因的祖先对假先知嘛讲同款的话，这个蒙福的基督徒就是应该爱追求这个得福的生活，避免遐会互家己遭受到处罚的生命形态。对咱来讲，蒙福就是去追求明白上帝的旨意，
对上帝的旨意来去行。亲像耶稣基督所教导死的福气甲死的财会共款，迄就是马太福音的8福，佮较亲像新的诫命的教导。昨昏伫读经的分享，牧师也提到着路得记是一卷真水的故事记载的圣经。因为故事发生伫一个外国的女子，对伊大家会疼。接续咱也看见波阿斯对路得，一位外国的女子的关心甲疼。咱也看见了波阿斯，伊不但有疼心，伊有爱情。伊还阁是一位真会晓知影照伦理分寸的人。圣经记载，波阿斯对路得安尼讲：愿上主赐福互你。早前你对你的大家真忠实，现在你对你已经过身的丈夫的家族更较忠诚。你实在是会当去找一个少年的，无论伊有钱无钱，你却是无安尼做。路得，你毋免烦恼，你要求什么，我拢会替你办。因为成年的人拢知你是一个贤惠的女子。我的确是你的至亲，对你有义务。但是有另外一个人比我更较亲，今仔永远你着留伫遮。明仔载阮来看伊有愿意对你尽至亲的义务啊无？如果伊有愿意，真好；如果伊若无愿意，我对着永生的上帝来救助，我一定会尽这个义务。你只要倒来留伫遮，直到天光，因为伊会义，因为伊有疼，伊就正做一个有蒙福的人。不但安尼，伊阁看见上帝透过上帝予伊的呼召，予伊也正做一个真重要蒙福，伫上帝的救恩计划内底有份的人。路得记甲咱讲，拿俄米接过这个囡仔，来安安甲抱掉的，来请养伊。厝边的妇人人甲这个囡仔号名叫做俄比得，因三更去甲每一个人讲，拿俄米得到一个囝。俄比得是亚西的老爸，亚西就是大卫王的老爸。对于法律师到伫大卫的家族，家谱是安尼写：法律师希斯伦、兰、阿米拿达、拿顺、撒门、波阿斯、俄比得、亚西、大卫。因为拿俄米的疼，看免俄尼巴甲路得转去故乡，无需要受着捆绑。但是，佮因为路得，伊是见着迄个疼，愿意来跟对伊的大家拿俄米倒转去故乡。上帝也赏赐福分，互因伫波阿斯的疼的中间得到保守，并且佮较大得到福气，真做有望的家庭，会通真做为了上帝拯救计划中间的一个仆人，行顺从大卫
因为安尼蒙福，真做以色列历史以来上伟大的君王。佮伫大笔的子孙的中间，上帝赏赐着救恩，才着耶稣基督，互所有相信的人拢会当蒙恩得救。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篇幅较长，请兄弟姊妹家己来研读。咱三个来祈祷，感谢上帝保守赐福阮。互阮伫生活中间袂滴到伫欠缺，会通成做富足的人。求主帮助阮追求主的赐福，也愿阮成做互人得福的人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